在地人在地前来去宜兰的东山，宜兰东山乡除了讲会使看到真水这个庄稼风景，看到真水的投影，佫会使坐热气球。这个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要伫6月7、8举行，除了会使坐热气球，会使为空中看到真侪美景，佫会使学到热气球相关的小知识。片啊大大粒，鱼啊尖尖，狗面造型的热气球，伫田中海来海去，真古锥。一年一摆东山热气球嘉年华要开始啊！七彩缤纷的热气球伫青色稻田中看起来真水。热气球一个慢慢的升空，伫东山上界水的所在，为60公尺悬的空中，会使看到山景甲海景，佫会使享受吹过投影的微风。我们还有一个移动式的小型移动式的热气球，来增添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活动热闹的一个气氛。今年东山热气球嘉年华有4天，分别是伫6月7、8、7、9、15甲16，会使互民众坐热气球升空体验。唔敢坐民众，咪使用另外一款的方式去了解热气球。热气球其实不喷火的话，它会慢慢自动下降。但是如果说我们要更快的做排气的话，那条绳子其实它会连接回去藤篮，那热气球飞行员就可以操作这个。进入球体内面去了解一个，唔管安怎耍，若到东山，拢会使耍甲真欢喜。